就是放亲中上牛放心后，大日当拜二次进花园。喜鹊花园里向排队蔡姑娘一番句话，蔡姑娘说相信，啥个来么出高做大事，高云做新人。蔡姑娘出名句话大王，一番句话说得放亲哭笑俱全。说到请来到楼浪下去，请小叫下来，让我帮帮队。蔡姑娘开心，哎呀，做你对姑娘乃是一个宝贝呀！老要怕是王本和替我去人分行着来，小叫相思毛病想出来分享着来，老太太神啊不用我眼睛要哭分哭着，我今朝不出关门屋头把我绑队，今朝我功劳大得不得了。到楼浪向去报喜来看啊，上帝定起我500两银子，所以这次2斗马带货，得，忙着楼浪来报喜。跟了楼浪先叫呐喊，哎呀，刚正的菜饼两高的刚刚站嘛，菜饼地上放清遍地，先叫面孔一般不是菜饼啊，从今以后不许在地气立着，新娘一切忙着下头去走。等到菜饼一走嘛，先叫到有的二了啊！我说了也是俺，菜饼为我好呀，为啥看我不靠我也认得我开心的？唉，像菜饼啊菜饼，你不晓得我心里的苦啊！为啥？因为上周还是地气变的，4000娘上里不离谁听见？娘光后，啥人这样地气这个穷居的手啊！我也擦得举送的谁他烂美人，我娘个比起我有什么？说得到做得到，谁让我好配个心子哟，不能再地。其实我心里想，那我都不想了。谢姑娘到现在妻子也2年多，一点点3岁才明白，不是人那路大哈了还问，自家看了终身，再是幺娘年纪大，将来半途送终，谁也看你。去年了屋堂里向，人家那等里等到现在一点点不忍心，不知要哪急。谁家倒是想了想，不灵着，啥体嘛？只顾到自家喉咙口啊，痒兮兮。哎呀，去年的我也吐血着，因为去年还是这样呀，顾到喉咙口痒兮兮，只一张嘣，一口鲜血喷出来，那么成功一场大病。幸亏王本来不想着追得高，一封高兴就还是我的真病。如果现在再吐血，救病佛法，可是非讲真心，人大门前，我的毛病也不会好着。那么哪里？做你的让我自家来批开把饭想着。我本书来看看，对，打3岁书高上拿过一本书，刚正也想看。喜鹊菜姑娘到楼浪，哎。看见三家神大之头，像是让看样么子，啥么子啊？让我一个去看，亲手亲脚一个来，一到三家背后一看嘛，哈，三家手里弄本来本呀！哎呀，做你的看王里呀，有事体了看呀！那三家没啥事体，为啥要看日本？嘿嘿，三家难有心事。平常来等我讲讲菜品啊，我等来服务不说，服务不来，情动姊妹。哈讲有心事，不特我来让看日本。要看清这本日本啊，直到现在受到几千年啊，到现在农村里还跑大用场，啥辰光饲养，啥辰光落国，侪要看日本。这期，虽然侬某个梯队还要改日脚，改事业。该治事业先都梯队上人，该错该治后业说得这样对来啊！跟来在毛子房子搬进新房子，被人送礼，才要讨口彩。我是在京上海红桥开发区买2房1厅，那么头里向蛮多人呢，才送不是本，才讨口彩个啊！像你们咯，送给我们毛头兴隆，有个定顺高发。有一个像张忠嘛送给我只蛋糕，希望我们该住房子嘛代代相守。吴军又不知啥个名堂，就说送给我2只小猫呀！因为我们里啥意思送2只小猫呢？你讲不毛那只房子小的毛，你挂在吃得上。哦哟，所以他可以才没要紧的。现在一看，哎，不知啥个心事，为楼递出来啊，让我听听别家口。
那么彩屏啊，听比较嘛，一个字背不听叫听比较，叫是力量呀。谁了三家背，一只水三家灯墙上向一打，一只水压力一戳，对子下来，将近也只得三家对经理夸着。不晓得那种舞队奔上来，气得嘿嘿，北风几乎涌了嘿，像小风向上个两道，忙中小家3-8分那个队经理，呀，现在是哎呀起风的这玩，不过这一天不对哇，起大风嘛，谁生谁要吃这个呀？那个脚步然后吃这个呢？这个那个队经理非那个风儿轻的咚咚，呀叽叽。那么个队眼睛啪回过来一口咻，这谁句话的？不那个背了听比较晚，好气呀！为啥我分高上个新屋出来呀？搞得新屋出来不离听见子，那个也得我心考我心开心着。看见真我理也不理我，那么呐，总不记得我来见你来了还问，这大分口就么三家队100，哎呦，三家中家队100。我是西家，我不记得100不来3个，对过来对到三家门前啊，小姐啊，小比彩屏见小姐开对不？彩屏罢了，是都是小姐，彩屏是有个地方好，明明晓得小家口本立本，告知告俺为爷们，小姐啊，你在看什么书啊？啥个书我自家分看见了啊，刚正我在水里呀。现在在书房下一口么呀，面孔在红个人，实际都是我这本立本呀。哎呀，好说法是个，我可是不来，不离口啊口几个噻。我在开玩了。哦，小姐在开玩了。你个脾气，或许当时说过门到底，门上说过几是西个朋友。啊，小姐开玩了做什么？这个啥天自家分享的个呀？那么让我哈说啥嘛？我在开去年今日，对个，去年今朝一场毛病，送得来西郊西呀。今年今朝啊上病着，想你不会上病着，那个好了小姑娘，把我寻子来着，问问你这个啊，小姐呀，昨天的说字怎样？昨天呀，今朝4个初四，非到4个初三上一堂一口嘛，我又不灵感。但是口里本来有个诀窍的，15人才看得懂，哪怕不是这个文盲还看得懂，是善不灵，是多么辈是哈的。彩屏知是不逆，知是不逆，不大吉利。明日怎样？明在初5还是4个字，非是不吉。两头两脑两一天才不好，今朝公要来个一天不知呢。今朝说是怎样啊？哦哟，现在一口真正的叫不得了，哈对哈对，昨天那口上头一个死娘，嘎做了卡木了嘿。彩屏，真的得是哈良人。哦，今朝乃是哈良人。小家讲的好良人就是好日家，今日良人。就是从前老法头里，妻子小心小不上夫，不叫名字叫良人。该人是一个人的人，运动事宜。现在三家人人开心，屡屡不相像。啊，小姐呀，像今朝各种哈良人小辈来了一个哈良人，想要为相亲参进去慰藉这个哈良人。对蔡姑娘妈妈一彩屏啊，你今朝烧个大火来着哈？我这个把这个外国人哪里走啊？那来讲哎，我弄不懂。说个今朝的这个哈日家，下头来这个哈日家，关在我下头去排队这个哈日家，那你怎么能排队呢？彩屏，你来讲是什么啦？啊，小姐，小弟来恭喜小姐红喜千金呀！想得我喜从何来？啊，小姐听兵啊！那么要唱崔仁良套子，今朝一位是全部在是唱。我讲第一句不要翻高，我放在当头之后，不知啊翻得出来，翻不出来嘛，听有了，现在开始啊，小姐听兵啊！我称良人，恭喜家务啊，为首翻得出我高头，嘿嘿。
他，说实他，去他，谁知荒唐又良他，倘若相逢得罪他，一语之中难为他，不能举起是他，只怕非不举止东南人自己口东啊，谢家代理口口。完他了事啊，他弄这个谢家，那么真是为啥你个和尚对路人没吃完？谢几听不懂他，什么有种他不他，一点力气都是他，否心否明谁是他？为是你的他来弄的。听不到的，听到这个被杀克的，是的。我得你一样，还是开个头的，还得不让你。你是双单位呀？哎，翠萍，你为江西什么啦？是这样，我也将你打了。什么的？要弄我打的？蔡姑娘做你的，我功劳大啊，大得不得了。上帝五百要弄我打，就是蔡姑娘。眼睛天线交一秒，啪！毛豆花台子浪向一列，烧名堂发武器子哇！蔡姑娘，她若一起家，水中十点毛豆花小片，父母开家娃，落得金扎来杀一杀。你是非家喜鹊也欧阳，黑马功劳三百家，逢是逢非来没有啥。小子呀，你是三百不明后意思，不公不法的主人家，非把我恩情当中伤。这天可是啊，嘿，你到底的少天不讲清什么哪些的？哎，这边究竟什么戏呀？啊，这这样像这个戏嘛，天大之戏，地大之戏，府中之戏，官阳之戏，那是极大极大的戏事呀。微风说出来到底啥个戏？哎，这气丫头，究竟什么戏啦？啊，这样像这个戏嘛，它还有一笔呀。哦，笔子好嘞。哎呀，我说的还是这样，这个戏都是多的嘞。三公一个人专门在外头做生意，大年要为主嘞，还加都有。一三公一偏嘴上大风都浪里向，嚯哟不得了！哎，魏先生买头，哎，可比帮子儿子。一三公的喊你说你畅销读书人啊，作业啊，哎，一举成名，得发组织股子，谢机呀！想气氛，惊喜气氛喜。
风是的月中去，采竹梦带个两朵花，采了花下妇与女心家。这是一口香的，怎么啦？哦，你到屋里去采采花，把了这个新人子，哼，对你妈妈也没结婚。我娘说的孩子我75年斤8百，送来份办的啥个新人？别去过里听你讲的那样子，这个谁家比怎样？啊，谢谢啊，像这个谁家嘛，他是香菜饼，还香生生耶。你在哪份把你的丢弃去啊？嘿嘿。好说的，阴阳手真不人差嘛，空来谁到家用呀？一路云绿的我家，手我踩着不对哇。相识儿，相姐妹相识。那对的关口，这写酒的了，看到见我的不好干，哥们啦，来好了一下子，你见我娘听话呀？哎，都把你这个气丫头，说在许此，莫怪侬写记，也送到夫人那里，将你从容接答，发现侬心对之恨。哎呦，谢家真个让动气。蔡姑娘注意的小小不来当不通的呀，脑子鸡毛带句毛针上浪像擦啪啦擦啪啦，像怕坏人。不夫人当吃不呀，夫人当起来头太浪讲来个呀，干嘛讲出字吧？干嘛哎呀讲，一些讲他不是不你就是姑娘哦，蔡姑娘个的自讲，证据要了他是浪像掏出吧。非得了他子浪向他出帮，而且赢得那小家还要带一个他子出来，那么不能见光我啥心他彩屏真调皮呀！啊，小姐呀，像这个他们谁呀？谁是他呀？那谁也是个分手啊！也唱的，就这正常一回事啊！一般性不得基本功打不够的，到底70多岁的呀？啊，是啦。那么所以现在政治他唱的人比较少。为啥说嘛？政治他这个是唱片了，整个一部政治他150多万字的，唱是要有60-70万，所以在说政治他人不多呀。像我这个们现在一个这个也有人学生子，高部分唱的政治他吃掉来一出过啊，老听众在捧场，你说看我，那么你蛮开心，打电话帮我，是老师，我该唱蛮看我，老听众蛮支持我听几次还蛮开心。现在李德唱这啥子不错。现在是他我这里的，小青年能够这般走下去，我还蛮开心。那么我们总是这个难得唱唱，就是现在能够老听众还能够欢迎呢，我说真正
身体上我拉不出来，够劲多了。我实在那个他一爱无子，他爱无子，我身体还没难过呢，哪能报答过呢？那么现在我在唱这两句说了，作为搞清爽了。俺小姐，他不是别人呀，小姐。谁呀？西吃个他，给家都打击他，家丁被欺负他，要为门轻薄他，夫人逼死他，来意爱惜他，太太当分对他，万分体要心烦他，你小子女都配让他，你是我彩屏去为己。口东啊，那是再不懂我真正不是才女，才女旁边讲一那边木头个木是魔女在。哎呀，我说实在了，哪有这个菜品搞得就清爽？红豆才子香香的本的，谁叫开心呀？可是历来之问。时而听不懂他，继而听于心莫他，终而听方是明白他。听他是后内才知相样般，我们口之必是一定否你真是他，是乃我的他，不是你的他，都是下几时，一些些的声音一呀他言他，有原来是他，你的也他的呀。吹吃了两套到此结束，替老天公开会，降了大家。